ภาษา亲爱学是 K49，你没看出来吗？你没看出来吗？看出来，看出来，这本来这个货看出来看一看，出来看哦，本哦了那个จะ货了，慢慢看出来。讲越南么讲这个话货คือกัน的，这货了不？这เข้าใจ了不？给下面词语对应的位置选择。眼睛，眼睛，眼睛有晒。头发，有晒头发。D， 鼻子，耳朵，嘴，脸，那วัน脸เนี่ยทำ说说什么时候你会有下面的这些感觉？เมื่อใดจะมีรู้สึก感觉了วะ高兴มีความสุขเมื่อใด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ข呢？去公园，去公园。ไปสวนสาธารณะสวนสาธารณะ去公园。生气，เมื่อใดจะ生气了？生气可以生气，他看ว่า那个不实在变了，那会生气。会有了会感觉会生气来的了。难忘，难忘，难忘，难忘คือ讲หลังขวัญหลังไม่บอกว่างลืออย่าลือบ่ได้นะคือ讲怕还就接了个这个难忘。จะมีความจะ难忘。在想起痛苦的时候，在想起自己第一次给大家办吧，第一次在特能看到特能在海洋个沙拉那第一次成功的时候，那么我难忘的。难忘，成功，沙雷这成功，在海洋它的第一次沙雷，找个难忘。在哈牌ที่หนึ่ง找个难忘，แต่บางครั้งที่หนึ่งมีหลีมีบริพาให้เจ้าเจียให้เจ้าสั่งก็难忘。害怕一样。ผู้สาวผู้หญิงก็มีถามเมื่อแล้วมาว่าต่างข้างเราเมื่อไรมันมีตัวไฟมันมีไฟยังก็害怕ยังผี可以说什么没ผีแต่ควันจะให้ยัง他这个不是现代那个就มันไม่ผี这个样的ก็กันแต่มีควันก็ไปยังก็ได้โอ้โหในควันก็ควันไปคือกัน
样，在什么时候？在傍晚的时候，在深夜的时候，在没有别人的时候，当心個話來了，往往在外會三門不離，擔心高溫係個反而的高溫擔心的時候，在什麼時候擔心呢？我們做學生了這樣，他這樣不怕就擔心。明天考試的時候着急，他就去累了樣，我忘了帶錢包的時候，這樣的時候給他着急。在家那麼有幫告訴他呢，爸爸女兒最近喜歡把頭髮放在耳朵後面，你知道為什麼嗎？兩個可以了，可以不要อธิบาย了。把頭髮放在耳朵後面，把放在耳朵後面，ให้ผมอยู่หลังหัว耳朵，这样可以使他的臉看上去漂亮一些。这样可以使他的臉看上去漂亮一些。这样多力百力可以使他的臉我們可以演了臉拿嘛，看上去本安果。最近你我來了，所以你最近你怎麼樣？我最近覺得他和以前不一樣了，不太一樣了。不去敢綁帶太陽，綁帶那不綁帶那我不太，他在外陽不太。以前怕過。女兒變化不小，她小時候喜歡短頭髮。短，他จะว่ายาวนี่มัน短上，短，这个东西很短。短头发呢，蓬上不么摇摇，像男孩子一样。女儿变化不小，她小时候喜欢短头发，像男孩子一样。我也想起来了，她现在慢慢的开始像个女孩子了。如果你指了孩子，她帮看了天一个女孩了，女孩子现在慢慢的像个女孩子。耳朵、臉、短，规划一样，正在放。女儿最近喜欢把头发放在耳朵后面，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样可以使她的臉看上去漂亮一些。我最近觉得她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女儿变化不小，她小时候喜欢短头发，像男孩子一样。我也想起来了，她现在慢慢的开始像个女孩子。再看照片，保护态，小丽。上次我们参加骑马比赛的照片，我选了几张洗出来了。上次特留力，我们参加佢話參加上嚟有個比賽，係你們騎馬，
那看看骑马参加嘛靠洋快不这里参加靠欢啊。上次我靠欢看骑马。上次我们参加比赛的照片护体不好，靠欢看骑马特留呢，我选了几张洗出来了，选择了几张，他在我照片在我张来，一张照片2张，另外几张洗出来了，洗么啥？在乎果嘛，那个不送个嘛咋果嘛，就太糊了，就得有红，你太糊么个那明白吧？不可干了你拼，你太糊了你个熬的了，拼歪，果那晒那 film 就糊了，上那我洗照片，但了你就ว่า他就要熬那糊解，明白不？这个我洗照片，我去洗照片，冲洗照片给他，但不买了你们不买去干你那果那洗了，在阳光洗了，但你偏头歪，在图鲁沙海เราเราจะ还阳啊，再用 USB 给他เรา还找了，快给我看看，还归本歪，骑的最快的这位是谁？骑的最快的这位是谁？然后骑的最快的呢 KYT 数最快，这位这破呢啊，来排破 TK 马by YT 数来排，你没看出来了吗？他是小刚啊，怎么看上去跟现在不太一样？我俩不可敢板带。他上班穿西服，安给我 suit 可以看那帕萨拉可以讲 suit 係嘛？看我西装啊，我西装个西服，衬衫，比赛的时候穿的是运动服，西服。衬衫西服 OK 可以啊，这个西服衬衫运动服，衬衫你们西服衬衫运动服，对于那么讲了不会摆张台西服嘛，你那个西服衬衫是给啦，运动服嘛是给啦，那不护理世界运动服就护运动服是给啦个的，色那么衬衫可以衬衫了，色衬衫西服了我素色 OK 了，我那么讲了摆上那会还在红屏啊，那个会去讲的，歪了摆个特了，带着护西服素色运动服嘛色可以啦，这被可以那样就是的弄色呢。他今天穿蓝衣服，
男的嘛洗翘，洗翘嘛绿，洗发啊，蓝衣服。他今天穿蓝西服，不么衣服，洗发，看上去40多岁，还是穿运动服，让他更年轻。龙啊年轻的更年轻，龙寡马อันนี้คือภาษาเราหน่อยไม่ว่าภาษาจีนว่า马上香，ภาษาเราว่า马คือ可能想谁了。张一张照片2张照片的宽景跟面色长的，他是小张小李老赵啊张位，这挖宽扎宽这挖几位？你们有几位客人？这挖各个的呀，你们有几个客人？在塔克港挖个 K， 挖个没吧 ？K 个 super， 你们有几位客人？蓝谁发？可以挖一样。上次我们参加骑马比赛的照片，我选了几张洗出来了，快给我看看。骑得最快的这位是谁？你们看出来吗？他是小刚啊，怎么看上去跟现在的不太一样？他上班穿西服、衬衫，比赛的时候穿的是运动服。他今天穿蓝西服，看上去像40多岁，还是穿运动服让他更年轻。讲了一个爬坡，在小丽家，朋友在小丽家啊，朋友摸，我们1年没见面了吧？见面可以玩破港啊！听说你都有女儿了，她多大了？听说嘛，因为她多了，她去年秋天拉到那多买拉到，哎呀，秋天拉到摆满多啊！这里的话，冬是什么？拉到多，拉到摆满多之后了，拉到红那个拉到摆满多，拉那个拉到挠，秋天那个夏天秋天那个没有，冬天那个春天春夏秋冬。去年秋天对于老满猫咪春天秋天，他去年秋天出生的，个刚过完1岁生日。你话1岁，他就话你个刚拿话1岁个的吧？对，他就话你1岁，他话想家嘛，那么话1岁，但你们能送上谁？贵不过了话1岁，唱过1岁生日，你看话1个米，话1个米，贵不了，明白？你不提上，那么你个了话1岁。老杨可敢想变了，那个变，刚过完1岁生日，他喜欢什么？
我送给他，他就喜欢听他爸爸学鸟叫，鸟叫，鸟呢，nó là bảo nó tí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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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ít, rồi là to mày, rồi thành to mày làวันเหนียวเนาะบางคำว่าเฉียวเหนียวเรามาฟัง爸爸学鸟叫鸟叫เราอยากฟังเราพ่อไหมครับพ่อก็เจ้าเนี่ยเรียกว่าเจ้าภาษาละไว้เจ้าได้ประมาณมาควายมาเจ้าโอ้听了เราเปลี่ยนนี่เจ้า哎呀天哪你说你给我叫那个我叫叫好肯定好这个啊刚才好我看แต่เจ้าคนน้อยน้อยเจ๊นะว่าเจ้า两叫学嘛耶อันนั้นน้อ叫长大个那个叫长大嘛มี滴没两个มีไหม哭的时候哭嘛嗨嘛嗨哭 QQ 了哇哭 Q 了哇 Q 好嗨哭泣啊你话哦哭泣这好难我嗨哇嗨哭的时候只要他爸爸学小鸟叫他马上就安静下来了只要我留那个眼的嘛偏他偏爸爸学鸟叫他马上个眼的歪安静念了嘛密个来嘛安静啊安静下来个คือการนี้ล่ะว่าภาษาละว่าลายภาษาจริงอยู่กานะ下来มีลาย安静下来了他คือการเลี้ยว对他现在安静下来他现在下来本来也那个这个礼物也那个ขอขวัญ我没办法送没办法คือการปึกได้มันมีเวทีแต่มันมีเวทีมันคุยมาอันนี้อธิบาย试นะภาษา老师ว่าอย่างจะพูด秋天过秋天鸟เนยเอาเหนียวคืออันนี้ถ้าเราบอกว่าหน้าก็มันคือการนี้อันนี้เหนียวอันนี้ก็มี扭曲扭อะไรแต่เมื่อได้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ละ扭曲这很อะไรแบบ扭想不可抗要แนวถ้าไปตามใจว่าก็เปลี่ยนเนี่ย
像怂嘛，没那话的了，没那哭，或害啊，哭，我我们1年没见面了吧？听说你都有女儿了。她多大了？她去年秋天出生的，刚过完1岁生日。她喜欢什么，我送给她。她就喜欢听她爸爸学鸟叫。哭的时候，只要她爸爸学小鸟叫，她马上就安静下来了。啊，这个礼物我没办法送。bây giờ đâu mà bạn phải送这个回来没吧？เรา送ขวานให้เรามาอย่างเรามาน้อยมาเราขอให้หลายไม่吧？ได้ถ้าเราเองเราพอนะแย่อันนั้นนอกข้อมาเราก็不ให้แล้วอันนี้มันเราว่าถ้าเรามาอย่างเราส่งขวานให้เราได้คือการนี้เราส่งไปได้ไหมเราว่า这个礼物我没办法送。OK， 播送他呢？这次旅游，他就还为了这样，可能就ว่า次，这次，第1次、第2次，可能看个的嘛，看能看送看上，特内嘛，这次旅游我去了不少地方。ว่า他ภาษาจีนว่าหลาย很多地方ก็ได้他不ว่า很多ก็ว่า不少คือ讲อะไร不少มันโต不少มันเท่ากับโตแต่อย่างก็ว่าโตมัน这个会死他去了不少地方每个地方都让我我去了不是他我去了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让我非常难忘难以忘记啊，大概肯定难忘嘛，压抑乐一个话。我先去看黄河，ไป本来呢，买那黄河啊，买那黄河。如今呢，有提出买那长江嘛吧，长江了那个。ที่ส่งมาว่า黄河อันนั้นยาวที่สุดนะยาวที่ส่ง黄河มาอยู่ภาส่วนอยู่ภาเหลง长江มาอยู่康井สนะอยู่จิงว่าฐานนี่อันนี้พาเหลง长江ว่า北方นะ吧พาเหลง长江อันนี้มันไม่น่าอันนี้น่าพาใต้มาว่า南方ได้ประมาณ这个呢酸来啊คือการนี้บางค่อยมันคือ北方ก็มีคือ南方ก็มีอันนี้อยู่ใกล้กัน这个南方，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แต่อันนี้ไกลกันแล้วก็湖北มันแต่ว่าอยู่ใน长江พาเหลงก็มีพานี่ก็ได้แต่湖北ส่วนนั้นก็南方啊不ว่า北方ก็河南、陕西、山东นะ河北北京อยู่นี่ไหมบ้างอันนี้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กัน南方อันนี้ก็南方OKอันนี้ก็ใครแล้วก็มีหลายคุยไปแล้ว
那么可以话了黄河嘛有坡呢，有爬嘞。黄河是中国有名的大河，你设想话你可以话这个黄河嘛那么咋呢？那什么的话，我们环境嘛咋呢？黄河呢，环境算了，我嘛黄河那个摆摊啦，佢讲咪宽嘛个话宽老个嘛咋紧，嘛咋啦你拿嘛咋蒙狗个米那话那摆摊呢，不呼了没宽呼嘛不，你过没有？黄河是中国有名的你设想，大河，可以话河流大河，河流，可以话了麦纳，但是这话河江那个话麦纳，对，OK， 大河嘛那麦纳的呀也，我坐在船上，我坐在船上一边看一边照相，船哼，可以拿有腾哼那么这个呼了min麦那个咪哼，咪他那个咪哼船，一路上经过很多地方，经过没爬。คือการจะไปนี่มันก็จะพา过你经过我的地方你经过很多地方不完了是团体，每个地方都不一样，คือ讲我想快点把照片发给大家，那个我发给大家发，我送海牌呢我发，你发货发扬没有？叫朋友们也高兴，你叫那个我叫ได้เรา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ประมาณนี่คือ讲ภาษาเราให้หมายว่า让朋友们也高兴，อันนี้ว่า让ภาษาเราคือให้มั่วก็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ต่จะว่า那个我叫马个叫台湾嗡叫。看黄河，我啦船，坐船，船的话经过，你不很那个经过嘛你，一路上经过 ，OK 可以话一样。这次旅游我去了不少地方。每个地方都让我非常难忘。我先去看黄河，黄河是中国有名的大河。我坐在船上，一边看一边照相，一路上经过了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我想快点把照片发给大家，叫朋友们也高兴。你一边给溜了哇啦，过河哇啦，一边ทางให้นี่ทำ本ทางเราไปท่องเที่ยวไหมบ่เราไปทำ本ทางไทยฮู้边照相好累了，趋向捕鱼个哇啦的什么样？我趋向捕鱼，他这哇个萨嘎玛。狼少干嘛嘛有个来去那趋向不用的动词形容词后还可以表示其他的意义，动词加出来表示从无到有，产生新的事物。这个字你能写出来，我们可以挖了没吧？安静下来，写出来，下来出来，来呢出来有个那康干嘛？写出来，那话绑他们果มันเรียวเนี่ยมีแล้วอันนี้ก็ว่า从无到有
去讲的，过了一拉那么它跑出来嘛，那奥马是没吧？不买买，那么这个字你能写出来吗？朋友想出来 ，K O 没有想出来 ，K O 了把你想出来想，可以 K 不 O， 我想不出来。你想出了一个学汉语的好办法，你画的真快，一会儿就画出来了。照片我选了几张，洗出来了，画出来了，洗出来了。它羊的话，框埋也表示分辨、识别，从隐到显的意思。可讲了话，可讲这护羊这羊不护吗？他这写了出来嘛？可这护沙沙，不横嘛横了，连连沙沙横了。你听出来？可讲这音，你听出来吗？这是谁的声音？这是谁的声音啊？声音，你听出来了吗？听出来，这引了个胡萝卜，可讲的。你看出来，可以给我这本那个胡萝卜看出来，波你挖了来了，看出来。帕萨拉瓦把这本那个胡可干了，不然这本不买本还是把打本试试，你们就我听出来看出来可干的胡啊，你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这是2年级的那个女孩子，完了快回护了那么。2年级的那个女孩子，2年级嘛，年级嘛有为他用话，八筒话个马阳中学，马他用个话的1年级2年级嘛，得有几嘛话，初1初2初3，高1高2高3，就马他用波什波上波 C 嘛吧，波 C 的话高嘛，得有老没高1高2高3高4了。有前面上是高1高2高3，他波能波上波上的话，初1初2初1初2初3，八筒嘛，小学1年级，这不话小学的话1年级，小学1年级，小学八筒小学，这话为他养来就进了大学，这话大学1年级。看这方块话，大1大2大3，这样了，为他原来大4个面，大5个面的，大5可以不放，算那个面是大5啊，那么老演去讲演汤馍，饼汤馍去讲了，演面来嘛就在演来，然后我们在演哈比。我喝不出来这2杯咖啡有什么不一样，喝不出来，不出来，可以去讲快得那咖啡了，可不喝啊，喝不出来，不买出来嘛，不一样嘛，可以我拿你出来去讲喝死了，你没看出来，你去看出来，它是小刚啊。得老杨话下来，你下来，你们出来啊！下来有个可以话的静下来，表示从动到静，由强到弱，由快到慢的变化。你们去看变，那咱们羊狗们羊了，你们变呢，有个下来呢。前边的车越开越慢，可以话了，那
喊卡嘛喊啥停下来了，这我停嘛做了，得去讲停下来了嘛，那啥那个做了，停下来，那我个下来嘛了，去讲还做护士，没塞维拉内没不，他这我停了嘛，好像不塞维拉山上呢，天黑下来了，去讲你们不，这我发呢。好梦接梦过没了，没吧？发梦了嘛？天黑下来了，天黑了，个对，黑了嘛？没了，会他会不能找我天黑了嘛？这护士哦没了，2年没了，他会我天黑下来了嘛？变啥变没了，没吧？不衡阳了，没吧？妈咪，天黑下来了，孩子们要回家了，我真希望没变化，时间能慢下来，去搞你们杀了嘛，杀下来，不要过得那么快。只要他爸爸学小鸟叫，他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下来，还找护士，你没变，安静呢，你们要动都静，帮他们有强到弱。快到慢呢，下来，动词加起来，表示回忆有了结果。起来啊，你们又该起来哦，你下来，起来，出来，你记起来，我是谁吗？谁了吗？表示结果可以挖了吗呀？很蓬的原因，哈很蓬吗？很蓬吗？结果，也不走了。结果，破带下，碰带下，结果，表示结果起来啊！你记起来我是谁了吗？这个嘛，这饿了不？可讲，伢可讲记出来了，他记出来不哇？我记起来，我是谁了吗？可以买牌了不？这个了吗？你能想起来？可讲了没？可讲，去饿了呢？你想起来，你想出来给他，你没管你想出来给他，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吗？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你的名字了。我想起来了，他小时候像个男孩子。OK， 看上去与看起来差不多，意思都是通过看对某一方面进行估计、评价。我那个话是通过看我们对本。对，เราว่า对你进行估计，我那么长大了那，恐怕套大了评价那估计啊，刚回话了，呼了不那看了，把头发放在耳朵后边，可以使他脸看上去，你们杨幂看起来看上去漂亮一些。他今天穿蓝西服，看上去像40多岁。这事儿你做的饭吗？看起来很好吃。我看起来像40多岁给他讲，看上去看起来。他今天一句话也没说，看起来有点不高兴。看上去给他讲，我看上去有点不高兴。雨下了3个小时，完成句子呢。现在终于小了很多。现在终于小了，看上去又停了，看起来又停了。放多了，上什么了？现在终于小了，看上去
回本嘛，护士啊，去港个去慢慢去港个的，去港，可以去了，是少了，看起来又停了，看上去又停了，你能看？你们我看出来啊，你能看出来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吗？看出来，这我看上去呢，你能看上去，你不哇看出来，那么去看哦了嘛。穿了这条裙子，你看上去给他，你看上去只有18岁，你看起来给他只有18岁。你是叫让回给我了的吗？叫我们很高兴，朋友们也叫朋友们也高兴啊！你回给我了吗？嗨，可敢让朋友们也高兴，使朋友们也高兴。我们可以演了的。汉语中用使叫让后搭配监语表示致死的意思，三个词基本意思相同。使常用于书面语，叫常用于口语。但你叫可以话哦那个话叫哦。可以放宽了，可以话要是啥，照顾不买太耐了。那他破音破塞诺那么讲，那个话叫床没嘛？叫床嘛算了破音哦嘛。不懂演个他就火了。你叫读书使嘛使了话嘛使嘛算了嘛，塞有天这天啊。我说你使我不高兴，你让我不高兴，明白吧？他这话怕啥话嘛？这话让你来叫我不高兴，叫我生气，你叫我生气还可以，再还你使我生气，帮看个话个米呢？那我们天来，你常用于书面语是，没有话书面语嘛天来，口语嘛话来，考试说成让我很紧张，紧张吗？紧张吗？我样话来的，紧张。的强，等强，等强哇，等在哇，等强，快不话等在，这会紧张的。等强，考试嘛，省被省考试，说省还可以等强。穿运动服让他更年轻，年轻可以话了个讲。弄还老本嘛呢，弄那样。我想快点把照片发给大家，叫朋友们也高兴。完成句子，他学习不努力，这让妈妈。他学习了也怕啥也娘不怕丫丫，这让妈妈很生气，给他这让妈妈不高兴给他的嘛，他学习不努力，这让妈妈很头疼。帮他们放紧要啊，头疼嘛，接火这不嘛接火，天没吧？那我还找，还这么免费贴，没有办法，我接火，我头疼。今天你这个人我养个他没有，这个办法我想不出来，我很头疼。这双皮鞋，个挖了的皮鞋嘛呢，个嘛扎的囊皮嘛囊皮鞋嘛，算那个谁当没吧？皮鞋这货，他不买皮鞋嘛，我布鞋、运动鞋、旅游鞋，有点小，让他穿着很不舒服，让他感到不舒服，给他了不舒服嘛，个讲舒服，怕啥了？我傻白的吧？那不舒服，个讲护士不理解嘛，他这个弄也就没办法，让他脚感到很疼，个的，顶了
护士姐不舒服嘛，不嘛姐来的，这样娃养个娃不舒服的，不舒服娃来让爬上去。他又聪明又热情，汤沙拉热情归给娃了，娃养热情。你开来嘛，这地菜这边哈喽哩啊，那娃热情，他这不热情嘛，老来，他骂个骂没，他拿了，这不弄拿了，拿把还老情，那不热情，叫人，他又聪明又热情，叫人很喜欢给他们，那里面叫人难忘。过个夜了难忘嘛，也那个压抑嘛不，难忘去更还宽去好，这我们也来了吧，帮我把这几张照片洗出来。你还记得18岁生日是在哪儿过的吗？这我生日嘛，这我过生日嘛，过年。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它真爱说话，像只小鸟。我希望能坐船去旅行一次。那个我行啊，旅行，行走，银行啊，那我行啊，一行。你怎么又哭了？我想家了。你一会儿经过跑超市吗？帮我买瓶水吧。行，没问题。你怎么了？我耳朵里边有点疼。您好，欢迎，请问您几位可以挖了？我宽几个来的位挖了嘛？苏帕，他我刚看嘛，这我几位的瓜，你们有几位？您好，我们一共是5个人嘛，把它多了嘛，那个我5个。你会坦白吗？这苏帕嘛几位人？他会多吗？我们一共是5位人，可不我哈。多了了，我们一共是5个人。位嘛，我排苏帕试嘛，会多了会不懂我位，会我对应不我位啊。你会骑马吗？不会，我从来没骑过。我们也来了。前年比了你话比呀，这好了，比了你路过，走路经过路过，这跑还有谁着路过超市，路过挖来的运动衣服色开了，路过可以挖了，人家过来的吗？我说你走过给他就央掰嘛，怕有谁着我走过这家商店，我走过路口，我走过红绿灯，我路过红绿灯去干了，路过嘛，就卡罗给他央掰给他走过去干了，卡罗给他，没了。怕撒泼，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这里的闻是听说听见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听见100次不如亲眼看到1次。这句话告诉我们，亲眼看到的总比听别人说的更可靠。可靠嘛，实在的，可靠，你这个人很可靠。
没了挖了，百闻不如一见，你闻嘛，听说会反挖去讲的啊，不买，那个不买闻见，嘛这挖了嘛快赢了，那个挖赢闻我闻，那靠晒不晒？我那个挖闻，但你闻嘛快去讲，会反挖，这反挖来百嘛。来嘛不来特，这个不如一见，不如嘛不可讲呀，一见嘛一次嘛，见嘛破港特能嘛，嘛可讲你这个货了，他这款反排哇，不带离，不带不来，不带你什么样，嘛这你话嘛可讲那话嘛可讲你个可讲了，这反来不如一见，得走本老了特能，这个货了变宽养了嘛。这反来个不嘛离寡，这本特能你是可讲了，百闻不如一见，那挖嘛挖可讲你是本看宽来挖你扑了还长呆嘛，贴的呀，宽这离不买这抖音挖样，不买不动挖的，短了个米宽厚的，本样呢图宽个沙拉的，宽个米大米。没样，但没宽嘛，那不离嘛，把那当着要挖宽离不离啊？那没宽不离样去讲，那后来那个不挖那个米，有老嘛去讲呢，不要挖牌，早嘛或是离呀，那挖苏帕帮看不离，帮看不离，早个不挖快个不挖嘛，那宽，ที่不离，那个米嘎嘛，把那还样个带了那个不带。啥那有劲哦，帮看挖来个米挖来离的，你百闻不如一见，没吧？他你们说那个挖，他这摆有啥摆通挑可以挖，你去那么多地方，快不可摆，快个摆特了，快不要放，找了个他摆闻不如一见。OK，要换你了。